来看台南新营的民地路有一段古早新营糖业铁路流落来的铁基路，因为地方的开发路车是愈来愈多，一几档毛民众骑车经过这跋倒。公所是表示讲会甲台糖来协调，看敢要甲铁基路拆掉。 20号下晡，台南新营路路，一名外送员骑车经过民地路，一无注意就直接刹车，搁差一点仔弄上边仔的护花，是真危险。中回现场查看，造成刹车的主因，疑似就是骑上旧铁路，落雨路真急，造成意外。下雨天的话，蛮长的，骑脚踏车连走路都有人会滑倒。反映他也是有来处理，但是他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你看得到，你现在看得到，它其实还是有缝隙，他把它补平的。 车子连要么一阵子之后，它就开始又出现那个高低落差。因为这里没有在使用了，就把这一段把它拆掉就好。你骑机车的话，你本来就是要去闪那个东西。事实上，这条铁路是进前新营长铁的废弃铁路，有相当的历史，因此嘛去用保留落来。不过，随着地区开发，车流量是愈来愈大，意外嘛不断的发生。领养单位新营区公所是表示，将会搁甲台糖讨论到要拆除。 我们还是需要去跟台糖协调有关这个铁道上这个铁轨的存废问题了。如果说台糖这边如果说愿意把它移除的话，那公所这边也会来极力协调跟配合。那其实也有文史工作者说，这条是很久很久的历史，也是许多人的回忆。那是不是要拆除？那我们会再来跟这些单位来研究看看。 虽然在地公所以及民众拢认为，为了行车的安全应该拆除，但是嘛有文书工作者认为要保留，因为旧铁路是台糖所有，未来嘛阁会进行会勘讨论旧铁路的存废。记者王俊宏报道。